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， 歡迎嚟到我 channel。今集同大家介紹一個新樓，係位於長沙灣嘅 Belgrade Viva Place 2，實用面積係500零尺嘅4房單位。咁我哋改動咗間隔啦，係將3間相連嘅房間打通啦，為主人房增加咗空間感啦，同埋實用性。咁成間屋咧係以一個現代輕奢華風啦為設計嘅理念，打造一個高級感嘅舒適家居。客廳電視背景牆以雲石紋作為主體，隔離延伸過去係米白色嘅暗紋牆紙，作為隱藏門金線點綴分隔設計，將現代簡約同埋輕奢質感融為一體。空間色調柔和雅致，金線帶出輕奢質感。客飯廳冇多餘嘅櫃體，又加上3隻隱藏門嘅設計，營造 relax 舒適嘅生活格調。打開咗 TV 隔離嘅隱藏門啦，就係細房。床頭係運用咗有深藍色嘅樹紋箍筍啦，可以帶出層次感。衣櫃設計咗有開放式嘅空格啦，可以擺放包包啦同埋飾品，可以兼顧展示啦同埋實用性。大家冇好奇將3間相連嘅房間打通嘅主人房到底係響邊？噔噔噔噔，就係響梳化隔離嘅隱藏門啦。咁你可以望到入邊有睡床啦、梳妝台啦、大衣櫃啦，有海量嘅收納空間。特色牆身呼應客飯廳嘅設計，流暢嘅線條貫穿成個空間，動線順暢自然，營造出安靜舒適嘅氛圍。利用唔同嘅物料材質，燈光帶出層次感。成個單位格調一致，色調設計溫潤高級，金屬線條簡約大氣，將質感同埋舒適完美融入日常居住氛圍之中。大家睇完成段片之後咧，係咪更加了解輕奢華風設計嘅元素？如果係想知道更多嘅設計靈感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下集見，拜拜。